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6例本土病例，1个人死亡。各地各代替按算8月20日开始，会当为8成的座位。台北市按算讲开学以后，101个学生为着病，全班爱停课隔离，12岁以下学生爱有一个大人来照顾。台湾国宝级导演李行昨暗过身，享受91岁，消息传出来，电影界人士拢真无感。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日增加6例本土病例，3例带病入境哦，有1个人死亡。另外，检疫所传出讲有查到毒品哦，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盖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6例。人口的涵盖率是39.49%。台电他们在昨天也很辛苦，他们筛检了2019例那昨天晚上都已经验出来都是阴性。今天公布有12例，这一周验出来的Delta那都没有其他的变异株被我们验到在境外的部分，还有3位呢是符合我们所谓的突破性感染，就3位刚好都是有接种过2剂的莫德纳疫苗之后，经过超过14天之后，然后有这个无症状或发病确诊的。8月1号以后新造册的。那大概上我们一定会如数的发下去那现在下午我们可能再把这个跟教育部把造册的名单还有与数额再核对正确来。另外还要特别呼吁，我们在林口检疫所跟阳明检疫所有家属送物品里面夹带着毒品那我们一些检调单位已经开始来做相关的调查。那我们要特别呼吁，在我们这检疫所，我们的检查是很严格，请大家不要以身试法。来看国产的高端疫苗，后礼拜特别开始做，昨下晡5点为止，已经有588000个人预约。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赖清德跟政治人物也要做高端疫苗。也毋过有医师是质疑讲，高端一直无公布第一剂保护效果，即马阁有真侪民众拢干那做第一剂。毛医师是建议讲，民众嘛是爱做2剂，保护效果会较好。就算有做疫苗，嘛是爱食洗手、挂嘴烟，做好防疫。国内第6轮新冠疫苗下礼拜2、23开始做，会有国产疫苗高端登场。目前开放70岁以上民众拢能有约，毋过有医师质疑高端到即马拢无公布第一剂的保护效果。确实指挥中心疫苗政策是扩大第一剂注射率为优先，对只有做1剂高端的民众，恐惊无法度得到完整的保护力。打了1剂呢，会不会产生中和抗体？有多少中和抗体？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数据了其实打第2剂的很少，大部分人都没有打打第2剂的只有在3%而已。毋过有感染科专家表示，通常第一剂疫苗抗体效果未伤悬，爱做完2剂才会产生完整的免疫保护效果，而且小数也公布，高端做完2剂的中和抗体平均效果是 A 剂疫苗3.4倍，比小数所定的标准0.67倍较大，所以重点是做完2剂的效果。只要是蛋白疫苗或者是 RNA 疫苗呢，基本上第2剂都是很重要的。也就是第1剂只是打底，第2剂才能够把整个免疫反应吹出来。所以第1剂跟第2剂之间通常会有个差距啦。所以最好都是能打2剂。到19礼拜4下晡5点为止，已经有58.8万人有约做高端疫苗，包含总统蔡英文等政治人物。毋过医师提醒，就算是做疫苗，依然爱落实过来洗手、挂嘴烟、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才能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医师所谓是顶人，今仔又搁对高端疫苗提出种种的质疑。因讲要找10万的共同提案人，发起撤销高端疫苗紧急授权的公投。阻止这一个不合格，事实上也不符合国际标准的高端疫苗，而且政府现在正在进行很多混打的试验，就是你打了 AZ 之后再来打高端，你打了莫德纳之后再来打高端。那为什么要进行这种混打的试验？我们当然合理的怀疑，有一天他就是要让我们，不管你打过 AZ、打过莫德纳，我就是让你 AZ、莫德纳没得打，你就只能来打高端。
苏伟是强调讲，除了发动公投，伊卖找司法救济听书等办法，望讲会当来阻止高端疫苗。目前这项公投的提案，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嘛有参加联署，嘛已经加做共同的提案人咯。来看降做二级警戒了后，头一个连续假期中秋节就要到咯。指挥中心嘛评估讲，餐厅的食食敢会当搁开放令哦。交通部目前嘛已经在规划，准备要向指挥中心来提出报告咯。另外，昨缓检代替搁高铁开放中秋连续假期的订票，因为抢票的人数上过济咯，代替的订票系统一开放就袂顶袂当哦。高铁开放4分钟就卖出63000张的车票咯。代替20:00点开放中秋节连续假期订票，无想到12点一个到，网页版也甲手机版竟然出现3分钟无到订票，规个失灵的情形，为少民众不安，根本都抢无票。我们就放弃了。现在减班嘛，然后减班以后，其实班次就少，只能挑提早回去，然后平日就回去这样。代替表示，截至早起9点为止，已经卖出13点6万外张，其中东部干线、台北往回台东、长途自强号已经全部卖完；西部干线的部分，台北往回高雄、长途自强号也全部卖完。另外，高铁抢票的情形嘛真悍。系统开放订票4分钟，就卖出6点3万张；开放15分钟，就卖出超过15点2万外张。截至早起8点半，已经卖超过19点5万外张。中秋节连续假期车票是以总量管制为主，那贩售的上限是每列车总座位数的70%。代替表示，因应着防疫规定，目前车内暂时无开放饮食，座位是采类梅花座。若是外团指挥中心当地评估，是毋是会当伫梅花座的情形下放令食物件？交通部表示，也搁伫讨论。疏运重要，但是防疫是更重要。已经部内开过一次会，要大家把资料盘点出来，你要有合理的论述力，提到指挥中心才有办法去确定嘛。代替表示，目前开放买票车位上侪7成，差不多35万张座位。高铁也严格控管，座位降在7成，造成回乡的民众较歹买到位。记者综合报道。伫要台学咯，即马是规定讲，老师若是还未注疫苗，还是讲注刷个还未14天哦，头一届去学校就必须要提出3天内底的快筛，还是 PCR 阴性的证明，7天就爱搁做一届快筛。目前哦是有的学校表示讲，老师先家己买，学校会付钱，嘛学校讲哦会买来互老师来使用。新北市的安康高中是完全中学，全校有1700个学生，特别开学啊！学校也最近当咧抢买学生囡仔食到爱用的假饭。学校先购买，他们直接不买的话，到时候买不到啊。学校自行规定嘛，只要能够隔开嘛，重点是隔开嘛。开偌济钱买什么款的假饭，学校家己做决定。若讲到老师还未注疫苗，或者是注疫苗还未满14天的，就要做快筛，要安怎来执行呢？石金城以安康做例，新学期会有10多位新来的代理代课老师，上无爱买100份的快筛试剂。他在点外之前面了，或者是说叫他先找时间啊，就去外面买，去先做实际的测试。全高中表示，教育部已经发公文补助学校买快筛试剂，不过有袂少老师反映讲，无讲清楚敢是专业补助。另外，若准老师因为体质的关系，无多注疫苗，也无适合long鼻孔做快筛，敢真正就无多去驾册啊？第一个，他可以用那种唾液的这个 PCR 的部分嘛？那这费用是不是谁来出？或者是针对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他们可不可以免除这样子的一个快筛？教育部和地方教育局强调讲，入去学校服务的条件每2礼拜拢会修正一届。不过，全高中表示，若准有老师无法度或者是拒绝快筛，敢会去互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无法度入去学校。这个部分就要针对法律层面，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按算讲，开学以后，一班有一个学生啊，为着病，全班就爱停课，规班学生拢爱居家隔离，嘛必须爱一人一间房间，无得爱去住防疫旅馆，还是集中检疫所。12岁以下学生隔离，嘛必须爱有一个大人来陪伴照顾，嘛讲这个大人哦，必须是爱有注过疫苗的人。9月7日，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就要开学。虽然疫情有甲降温，犹原无法度待意。台北市规划一个班若是有一个学生确诊，全班佫爱停课，嘛爱居家隔离，佫要求必须爱一人一户。若是做袂到，佫必须爱住到防疫旅馆，也是集中检疫所。但是对也未满12岁的学生来讲，恐惊有困难。
12岁以下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到幼儿园等等，那这些的话呢，必须要有照顾者按照儿少法的规定，我们是希望说这个照顾者以打过疫苗的来尽量以打过疫苗的优先。若是满12岁，国中生向要求居家隔离的时阵有需要，嘛会当有照顾者来陪。副市长蔡炳君指出，原则同款，对相关的细节指引强烈建议，伫居家隔离期间，嘛是以线上学习为主。防疫旅馆甲集中检疫所方面，台北市府嘛已经咧盘点，会有因应需求来扩大。新北市是强调一直有相关的安排。不管是入住防疫旅馆、集中检疫所，甚至医院或居家隔离，只要有需要照顾的，譬如说像小朋友啦，譬如说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我们都一直都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协助，安排照顾者进入。对开学了后的防疫，若学校内底出现2个确诊，新北市拢要求全学校拢爱停课14天。若有1个人确诊，全班爱停课14天。新北市同时阁要求全学校这时阵爱停课3天，伫遐清消观察。面对新冠疫情，拢爱谨慎应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争议真侪党的南铁地下化工程，早起铁道局甲几啊百名的警察准备要拆掉最后一户黄春香的厝哦。也毋过现场有真侪相关的民众，总到伫现场的守护。警方是要求讲因爱离开哦，也毋过民众是抗议讲政府在抢民厝，场面是真紧张。才拄天光，一大群警察已经甲黄甲围调调，要协助铁道局中部工程处进驻黄甲加固拆除。南铁最后一间破拆，互黄春香因兜，去年经过2摆强拆拢无成。8月20，搁一摆，互铁道局以公权力强制执行，但也搁拄着大阵声援才阻挡。声援黄甲的团体虽然大声喊抗议，但也是挡袂过优势警力，互警方小耍带走。煞搁走转来现场，和警方对徛抗议。厝主黄春香互警察请到厝外，但也搁一摆控诉铁道局无公理。最后伫早起8点35分，铁道局中工处完成强制接管黄春香的厝。恁兜拜五要用拆？我捌知影讲拜五要强拆呢，完全都不知道呢。所以事先拢无通知。拢无，拢完全无。伊若毋讲道理，我是会当看啥啦？行政院讲叫伊甲阮好好讲，伊嘛硬买就是硬买。原计划预定是105年要通车，那目前已经延至到113年通车。那这一部分也影响到整个台南市的一个都市发展。今日的一个执行是在不得已的一个考量这个整个工程的进行。原定2016年通车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需要拆除沿线340户。经过前年的停控，也按前到2024年才通车。停控前年的南铁基地也暂时落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桃园的桥长期交通中断2礼拜咯，今仔已经关伫山顶2礼拜，民众总算会当落山咯。公路总局这2天哦，开放予有登记的民众会当去台东来买生活用品。一透早就有真侪车等要落山，有一个心脏病民众昨因为身体无啥爽快，直升机嘛无法度来载人哦，所以一透早就坐救护车落山去看医生。落长的车阵就踏在南怀公路文山口，早起8点开始，准民众到台东买生活用品。虽然长桥这站有直升机空投物资，但是家属饲料等物品也是真欠。只听了讲，南怀公路文山口到台东向阳路段开放紧急通行，民众早早就列好要采买物件。肉类啊，沙拉有。好，今天跟谁一起下山？今天回来。今天当天往返。台东这边也有物资赶要送到桃园山区，各有区代表8月19就先塞车到台东的向阳管制站走几暝，就是要等8月20通车，紧甲桃园的金凤山啊再出去买。如果中断了，应该都是没有物资了，所以我们就一家人就协调，是不是我们来支援我们这个高雄区的一家人？第一天我们是采跟后边都会采前导后卫的方式来做一个导引车辆来通行美山到向阳这一个路段。
讲是8月20才要开放通行，第一位通过居民煞是坐救护车。8月19暗时，有一位60岁带心脏病、糖尿病里民向昏迷，经过卫生所的评估，建议得随送病院。伫新基因为天气无法度飞，经过改造南怀送往台东的关山病院。公路单位表示，南怀公路目前开放高雄梅山口到台东向阳的往回，有8月20、21这2天，一天有3时段。考虑到路途安全，上外迄站通行时间搁延长到1点钟。民众若赶袂赴，林务局也要开放台东边的山屋免费站休，希望通保障居民的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国宝级导演李行昨暗过身，享受91岁。李行导演伫电影界真侪学生朋友拢真唔甘。李行导演有台湾电影之父的称呼，伊翕过《刺阿玲家》秋决王永中的一条船只经典的电影，得过3座的金马奖上佳导演，嘛得过金马奖终身成就奖，伫电影界的地位是真悬。伊对电影的热情，甲对少年辈的支持，互人真侪人拢真感念。咱来看塔利班摕到阿富汗的政权，最近是真受到关心的国际新闻，也毋过无想到讲煞有歹徒用这个新闻来诈骗哦。高雄有一个富人人，就拄到一个讲伊是阿富汗的医师，准备要逃亡来台湾，所以拜托这个富人人来帮伊买比特币哦。另外，某人看到讲无注疫苗就袂当领钱这个假信息，所以走去邮局讲要甲伊500万的定存的存款哦来解约，加在警方拢有阻止。这个，他是自称医生的，对不对？对，他自称是医生。手机啊，电出开讲的记录，高雄这名妇人伫赖顶馆熟悉自称是阿富汗无国界医生的张姓查甫，常常传信息关心伊。15号阿富汗发生政变了后，男性借靠美军撤军，要求妇人汇运费协助伊逃来台湾。他想来台与他认识，于是寄了一箱包裹，需要购买新台币32万元的比特币。汇入指定的账户才能领取该包裹。加在妇人因为唔捌比特币，报案找警方斗3工，伫警方的解说之下，知影这是诈欺无受害。但像安尼结合时事的诈欺，也是假消息，伫网络顶管非常的多。你若是说没有打疫苗，他不让你领钱，你知道吗？有这个问题，所以他是讲说，台湾没有这个，台湾没有这个问题啊。基山这名妇人到柜台，就讲要打500万的定期领出来，嘛无愿意讲用途。邮局烦恼伊是哄骗，赶紧报警。问真侪摆才知影，是因为伊收到朋友传来的假消息。讯息内容提到，如果没有打疫苗，就不能到银行领钱。富人生怕自己在旗山邮局内的新台币500万定存，以后会无法提领，才会前往车城邮局打算解除定存。警方甲邮局苦劝真久，妇人才决定无要领钱返去厝。警方嘛提醒，拄到也是收到即寡甲时事相关的诈欺也是假消息，会当向警方也是相关单位纠正，以免受害。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桃园中坜最近有连续3台的轿车落互提更主乌白单，民众若讲真烦恼讲车会受到破坏，嘛烦恼讲过路人安全，望警方会使赶紧抓到人。摕胶纸板挡伫车前，也甲车后玻璃顶。桃园中坜区永安一家最近发生3台自用小客车，有停伫家己厝门口，也停伫停车场，随后不明人士摕更主单，造成玻璃破空，逼做地路网。我们会担心啊！你看我们现在修好了，我们都不敢再把它拿起来。如果人走过去或骑摩托过去，如果那忽然间又扫射出来，如果扫到人的头，打到人的身体，是不是产生危害？总共已经有3台了，我们都已经有报案了，当然会担心啦。最近像晚上的话，我们都从我们家的外面呢来看对面到底有没有不明的人。摕为涂骹捡到的钢珠啊，在地居民是讲真困扰，也拢感觉真惊吓。除了车歹去以外，也感觉性命受到威胁，唔知影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希望警方赶紧破案，找出嫌疑人。有60-70颗哦，所以它已经是常态性在射，不是短时间在射。接获民众报案，争取停放于荣安一街自小客，遭钢珠破坏车辆，警方立即至现场，并通知鉴识人员比对分析，以收集相关证据，积极侦办。
警方表示，接到报案了后，除了立刻赶到现场，也通知监视小组进行弹道比对，强调已经有收集相关的资料，会积极找出可疑的对象，确保居民人身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接到民众的定情，讲公费疫苗预约的网站，只要有身份证的号码甲手机电话最后3个数字，就当查到做疫苗的记录甲意愿哦。立委是要求政务委员唐凤应该要加强对个资的保护。透过这个记者会，要来要求我们这个唐凤政委，在相关的平台上加密的这个机制必须要来去提升，然后各自的保护必须要来去更重视，至少你要透过 OTP 还是这种双重认证的一个方式来保护我们这个全民的在疫苗预约平台上的相关的资讯的一个揭露的一个隐秘性。立委表示讲，定情的民众是讲，因为因公司的头家直接暗示员工讲去登记做国产的高端疫苗，所以是真烦恼讲头家会利用提供给公司的个人资料去查讲当初是做对一款牌子的疫苗，希望这个系统对个人资料的保护会当更较周至的。咱再来看，今仔有一阵已经伫国内的外国学生哦，帮一寡阁无法度入境的来台湾读册学生啊，去教育部定情。因呼吁讲应该简化流程，互境外学生赶紧会当转来台湾上课。也毋过因为这场集会并无事先来申请哦，警察是组织学生啊伫教育部头前定情。我为即将开始的12个月的华语学习做了很多的准备，在台湾找到了住所，辞掉了我自己的工作，并白白的终止了原本所住的公寓的合约。朗读瑞典的学生真想要来台湾学华语的心声。境外生入境时程都还未定案，境外生权益小组再去教育部诉求改善境外生入境流程简化手续，才会当互每一个海外新生、放暑假的陆生，还有无要摕学位的华语生，因有机会通伫9月来开学。很多现在无法入境的境外生都是新生，陆生是没有居留证，所以他们如果回家乡打疫苗或者过暑假回家陪家人，就会变成没法再入境，那他们就会就是一直处在一个焦虑的等待中。海外学生因透过在台的境外生，家己做登记证，顶悬写讲5万会当入境的时间。原本是顺顺的记者会，却因为学生无申请集会游行，向阳去予警察大声法庭，要求要把麦克关起来，袂当讲话。你不要跟我再讲。请问警察现在都是这么处理我就举你牌子。教育部的官员时刷就出面来接受定情，因嘛有挂防护带，要求学生都爱注意这个烧话的风险。今天在2级警戒的状况之下，你们还在这边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其实大家真的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安全。官员强调讲，教育部伫12已经甲13000外的优先入境的专案提报指挥中心，并也是审查完成，就今日来启动定书。不过境外生表示讲，复杂的行政定书，还有14天的居家检疫，刷落去，还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安尼拢总甲加起来，差不多是入境了后，还佫开1个月时间，才会当来上课。到时就恐惊已经期中考啊！记者综合报道。行政已经决定讲要发5倍券，经济部嘛要规划哦，只要民众申请所有的5倍券用伫食食都优惠，还是拍折咯。也毋过，民进党的立委钟嘉宾是指出讲，一般的小食店根本无法度收所谓券，伊呼吁相关的单位哦，爱帮这个小食店来想办法。疫情期间，自助餐的头家娘尽量减少店内人手，甲先生2个人喙齿已经加来做生意。有一段时间无法度开店，厝租甲员工薪水嘛是要照付，损失10几万。这届行政院已经决定要发5倍券，经济部嘛规划，消费者若是绑定所费的5倍券，盈利餐饮会有另外拍折，或者是好康的。有年会的头家娘讲，因根本唔知要怎所谓化。不可能呐，不可能，不好也不好啊，因为他们都是现金买卖，这样没有这个手机，我们也不会用啊，我们老人家也不会用啊。而且民进党立委钟嘉宾指出，卖讲所费绑定，就连去年3倍券，小店差不多拢收袂到，实在无希望今年的5倍券有缘照顾袂到因。因为要具有统一编号，它才能去兑现，更何况不能找零，所以许多的小店家他们并不接受3倍券，所以去年的3倍券可以说是被大通路跟品牌企业拿走。
张嘉宾认为，餐饮业的小店普遍有收费的落差。经济部表示，目前在推动分市级商店，协助更较侪中小微型企业使用成本较低的云端服务。在年底之前，补助提悬到4倍，上悬3万块。我们在今年年底之前呢，你出1，我出4，好，就是说，假设是1万块的云端服务呢。你只要出2000块，我出8000块。立委张嘉宾建议，民众加惯势出去场所扫 QR code 进行实联制登记的方式，简单佮方便。建议政府会当建立相关支付平台，方便民众扫描付款，认为对小店收收费更较有利。记者林吴亚宝、王宪忠台北报道。因为疫情最近一档台湾大约21个歌手22场演唱会延期，最近有民众检举讲又买一场本地去年4月份要举办的演唱会2800块的票，结果到当各无还无法度退票。全世界有名的 DJ Alan Walker 本来是去年4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不过受疫情影响，延到即马拢也未办。但是有买门票的民众讲，想要退票，煞无法度退。开放脸书那边可以去留言，但是他们就回应你说，你这边留言我们完全不做回应，电话打了也没有回应，寄过去不到1个礼拜，这个信封就马上又退回来。老实是摕出来票讲，去网站闹会、打电话去公司拢无回应，佮按照网络上的指示，甲票寄登去，结果又搁被退带。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没有回应。Alan Walker 演唱会因为疫情延到去年9月，要讲宣布延到今年的4月。主办单位开放办理退票，总共退款大概是270万。不过自今年5月开始，主办单位阁破文，讲因为疫情3级警戒影响，人力无够，无法度收件。不过一张有售票价钱是2000倍，对这个民众来讲，唔是细条钱，所以向立委点情。我们办普渡好兄弟至少还好聚好散嘛现在我们这个票也就没有期限呐。前后大概卖了3000多张票了，当初办理退票的消费者大概还有70多人没有拿到票款。我们会尽量的跟业者沟通，请他尽量的来清偿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款项。并没有遵守定型化契约里面的退票的机制的约定。演唱会如果确定取消，最多只能10%退款的部分。目前在定型化契约并没有定那个一定的期限。文化部回去也会就整个的那个艺文展演票券来做那个研议。消保处讲，这间公司大概有卖3000多张票，退款的速度有较慢，要求一定要确保民众的款项。文化部是讲，主办单位无遵守定型化契约。民众会当向消保官提申诉。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发生伫6月30日台中交友大楼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各一个消防员嘛不幸过往。代志发生到当已经个月了，今仔家属去中华县政府定情，要求应该赶紧来公开调查报告，嘛爱提出检讨的计划。若讲到兄哥将第一线拍火，煞失去性命，消防员的小妹也是真唔甘。代志发生到当已经1个月，家属认为看袂到应该互基层消防人员的改革，甲事件的真相。我们不是要究责，但是你如果不把你们检讨的事情就是公开出来，其实对这个事情是没有帮助的。那这些基层的学长姐，他们未来还要进出火场，其实是非常没有保障的。6月30日，伫中华市区的交友大楼发生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22人受伤。家属今仔日来到中华县府头前，要求县府爱互家属完整的真相。家属表示，交友大楼内底有部分楼层是防疫旅馆，不过相关的规范无明确，才会致使这件伤亡这么惨重。像是火灾啊，或这些的逃生的一些宣导啦，就是业者也不知道这种像防疫期间这种到底要不要让他们走。因那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今年消防员不足14000人，除了勤务重，搁济相关的配套嘛无够，要求地方政府应该检视各局处的疏失，才会当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还有业务的规划，全部都是由地方消防局负责。那中央政府的话，因为有殉职案的发生，所以才有了一个补助计划出来。那我们就会认为它还是在一个殉职去换取改革的阶段。中华县府表示，代志发生到当，拢有和家属咧保持联络，有甲家属初步说明事故的过程。目前由内政部进行鉴定报告，
若是经过司法单位同意，就会对外说明，卖进行内部检讨，厘清真相。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对阿富汗撤军哦，真侪人拢质疑讲，美国的承诺拢是假。美国总统拜登嘛表示讲，阿富汗甲台湾无共款，强调讲美国一定会遵守承诺来协助防卫台湾。咱国外交部甲总统府嘛拢表示感谢。专家嘛认为讲，这嘛代表讲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战略是愈来愈清楚咯。美国为阿富汗撤军，混乱局势引起外界质疑。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唔通相信。美国广播公司专访总统拜登时就问到，中国跳出甲台湾讲美国无可靠，拜登也第一摆回应，伊表示中国无安尼讲才奇怪。啊，不过阿富汗甲台湾、南韩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根本上的差别。美国做出协议是要阻止歹人对因做出歹代志，强调美国信守承诺。佮讲到依照北约条约，美国会做出回应。对日本、南韩甲台湾也共款，这是拜登就任以来对防卫台湾做出上清楚的表态。We urge Beijing, as we have before, to cease its military, diplomatic, economic pressure against Taiwan, and instead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dialogue. We do have an abiding interest in peace and secur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因为一中政策甲台湾关系法的一贯支持台湾立场，重视台海和平稳定。白宫国安安全顾问苏利文进前才宣布弃台论，即马拜登面下回应捍卫台湾，外交部甲总统府拢表示诚心的感谢。外交部我们诚挚感谢拜登总统以及美国政府再度明确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我国政府将持续提升自我的防卫能力。即摆拜登阁将台湾甲北约承诺相提并论，虽然无讲到美国是毋是以军事干预方式保护台湾，不过已经引起讨论。台湾问题专家格莱伊认为，拜登明显讲唔到话，不过有专家认为，这是代表拜登对台政策已经转向战略清楚。他虽然没有写在官方的政策的文书里面。可是透过这种wording语言，已经表达出来，就是对台湾的承诺，所以我们才会把它界定成是一种的那个建设性的一种清晰。苏政府认为，美国为阿富汗撤军也是明显释出信号，未来会将重心为中亚转向印太地区。即马美国官员真侪摆对台湾问题表态，也是借此警告中国，美国重视台湾战略价值，唔通轻举妄动。记者综合报道。阿根廷的经济受到疫情影响真大，基层的劳工哦，工资平均比去年减少3%，有几万名民众伫18行上街头抗议，因要求政府爱提供无头路的人就业机会。示威民众踢倒双向街道，而且驶入几落公里远，看袂到尾流。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8有数万的民众因行上街头来抗议，要求政府爱替失业的人口提供就业的机会。阿根廷的经济遭受到新冠肺炎算断甲介严重，特别是基层劳工，亲像服务生、工人，因的平均薪资比去年减36%起。Porque la situación es desesperante. Millones de personas no pueden comer. Ya no estamos hablando ni siquiera de un futuro, estamos hablando de mañana. No saben muchas familias lo que van a comer mañana. Reclamamos en primer lugar asistencia integral, trabajo genuino. Sin trabajo no salimos. Y no vemos que en estas campañas se esté discutiendo el trabajo. Se está discutiendo cualquier cosa menos el trabajo genuino que necesitan, sobre todo los jóvenes en la Argentina. 因为新冠病毒，地区经济成长真末。根据法新社报道，阿根廷有42%的人口生活伫散车的边边，也就是讲，因满足生活标准伫咧上低收入以下，失业率达到10%。全国各地民众拢上街来抗议，包含第二大城科尼多瓦，阁有西部的城市蒙多萨。El gobierno y las clases dominantes en la Argentina tienen que entender que las organizaciones sociales en los barrios, así como otros sectores de la iglesia, referentes barriales y demás, fuimos el dique de contención para frenar en el marco de la peor crisis de la historia el estallido social.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阿根廷有超过511万例确诊，阁有109000多人死去。不过，阿根廷的总统煞伫电视的谈话顶悬表示讲，有愈来愈侪人注意风车，伊看到更较光明的未来，阿根廷的经济当咧拗起来。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
来看欧洲哦，法国甲意大利最近又搁扩大健康通行证会当使用的范围，也毋过食饭、旅行、步步拢爱提出健康证明，嘛引起真侪反弹。另外，伫东南亚的新加坡佮印尼哦，针对有做过疫苗民众防疫冇放令。伊比咖啡店餐厅爱先提出 QR code， 等店员扫描了后，确认无问题才用入去。火车站人真侪，乘客乖乖排列，因为进站进前加一个扫描健康通行证的证书。为初九开始，法国扩大通行证的范围，高算逐工至少有700车次，40万名乘客受影响。I'm vaccinated, so I have the QR code, and then they scan it and see that I'm vaccinated, so they gave me this. 不过，法国推行通行证并不顺利，连续几个礼拜爆发大规模抗议，真侪人认为这有侵犯人权的嫌疑。意大利的古罗马竞技场也伫最近重新对外开放，不过来自世界各地旅客伫入去参观进前，爱申请绿色通行证来证明家己至少做一剂疫苗、病毒检测阴性，或者是染疫了后已经好的证明。绿色通行证为7日开始伫意大利强制施行，民众进出餐饮表演活动、体育场馆爱提出来。9月6日国内航班甲长途列车，不过这项措施也引来无愿意做疫苗的人不满，民众行去街路抗议，甚至警方阁查到有人伫社群平台卖假绿色通行证，价数是100到500欧元。另外，伫新加坡，当局要摒伫9月疫苗注射率8成，也针对已经做疫苗人甲无做疫苗人用无共款的措施，亲像做疫苗人用伫餐厅内底食饭，上济1到5个人，另外也用参加大型表演甲宗教活动。印尼也伫疫情当好之下，购物中心有条件开放，消费者人数免超过25%，爱提出手机的疫苗注射卡才用入去。最近政府也咧规划，互重要出口产业的员工严格登去工作。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过来消息，咱过来看台北市保护伞餐厅，伊是专门咧帮助伫台湾的香港人哦。今仔透早3点半回销处，初步是认为是电线小拍电哦，毋是有人故意放火。消防人员破坏铁门，顺利进入店内游水线灌救。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这间保护伞餐厅，提供流亡台湾的香港人工作，协助伫台湾安居。20透早3点半，煞传出火灾，警消缉捕了后，随派员前往抢救，协助楼顶被住户疏散。好在无人员伤亡。火伫透早4点左右爆发。那发现68之2是有火舌大量冒出，然后我们赶紧请同仁把水线撤出来，然后再积极抢救68之2号那个起火户。那火势很快就扑灭了。警消初步研判，导火点可能是饮料机台小拍电，不是人为放火。若是详细导火原因，也需要进一步勘查。保护伞餐厅伫面册报平安，讲服装精品店内火灾，全店烧甲臭大。隔壁的2店餐厅店面也受到波及，相关的机器、货品、家具、食材全部拢报销，损失严重。因为疫情的冲击，已经就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后来就决定说，那就转型做线上的冷冻包。对，那餐厅这边就先暂停停业这样子。对，就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月，因为其实也剩2个礼拜，对，就没想到就是又发生这个事情。保护伞餐厅最近因为疫情影响真大，各地啊地磅子12才宣布要转型，关掉实体店面，转往网络销售。餐厅最后的营业日是29，煞伫咧筹备冷冻调理包前拄到火灾，所以保护伞餐厅也宣布即马开始暂停营业，订单同步暂停出货。支持者伫面册声援，希望讲会当早一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婚姻好味糖厂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各位用5分车来载甘蔗的。也毋过，婚姻县政府是一直咧争取讲，希望讲好味糖厂5分车搁再通车的计划，也毋过并无争取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县长张立生是讲哦，因会继续来争取。好味糖厂是目前全国唯一可以5分车载运甘蔗，相当有糖业项目的文化公共点。106年下嘉义的蒜头糖厂5分车，共同纳入前瞻计划。17号行政院长苏贞昌南下宣布，下令通过嘉义蒜头糖体的延续计划，但争取1年的好味糖体，
快递无受到中央核定。很有历史渊源跟记忆的整个糖业的文化哈。那如果可以透过5分车的复式，那从虎尾糖厂一路到我们的建国1村2村哈，那甚至到我们的这个邓丽君哈的这个故居，然后我想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卖点哦。文管府表示，初期争取到800万的规划经费，文管府在108年完成规划送件，但包括经济部、交通部，拢以经费不足无核定。今年初阁收到经济部公文表示，中央会先推动嘉义蒜头藤体延续计划，后尾藤体阁需要来研议。第一阶段是从虎尾糖厂到这个莲池里站这一段本来就有的这个铁道，那个叫做复式。第二阶段再从这个莲池里站到这个高铁。文管府表示，后尾藤体的复数和延续计划，分3路线总长大约15公里。对铁道的文化和文林观光发展产业会当有帮助。未来文管府会持续来争取经费，也希望中央会当赶紧来核定补助。记者为你报道。嘉义县之前因为疫情，社区的老人活动拢先暂停哦。即马工作人员拢已经注过疫苗，所以嘛恢复运作，好时代拢会当转来继续上课咯。对老师的动作跳舞，嘉义县六家乡的时代总算会当搁出来上课，大家心情拢袂歹。因为拢徛关内底会变痴呆呢。出来上课感觉安那哈？足好，哇，足欢喜的。安怎讲？因为足久无看到这同学。嘉义县全县有29大实地据点，第18全面开放。管理单位表示，为着要让时代会当安心转来上课，防疫措施拢爱规划好势。我们其实目前都是采预约制，就是说我们也把人数控制在一定的人数，然后在活动的部分，我们都会保持社交的安全距离，然后全程戴口罩。照顾者也都有打疫苗了，那老人家他也必须要完成疫苗才能够来上课，所以我们在师资据点的部分，我们有提早做准备，目前也都已经完整来做开课。嘉义县政府表示，目前县内50岁以上的失智人口有8000多人。全县29大失智社区据点照顾400多位时代，即马阁开放上课。毋若时代欢喜，家庭照顾的压力嘛会当减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有一寡民间团体推动自然探索的教育，教民众伫野外、伫山里要安怎来保护家己安全。第2代青春咱的网的节目，伫即礼拜六暗时7点半，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了解伫户外，什么情况爱特别注意，才会当平安顺遂。伫疫情3级警戒以来，民众拢爱踮伫厝里，无法度出门行踏。加在7月27，防疫警戒有降级，总算会当出门去大自然行行咧。毋过嘛，发生一寡互人感觉危险的代志。伫户外活动，爱安怎保护家己的安全？伫民间有一个团体，长期透过营队的活动，来传达咱台湾较欠缺的户外安全的知识甲技术。用独木舟嘛，用单车旅行啊，用爬山啦，用溯溪啊，迄敢若工具尔，就亲像艺术治疗啊、音乐治疗啊，无共款的方法咧做教育。阮是用户外活动。大自然是一个开放、阁无边界的教室，学员透过体验了解家己本身的能力，嘛学习爱安怎甲大自然共存。若拄着危险的时阵，毋会当帮助别人，嘛会当保护家己。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四面环海，你无可能阻止你的国民去海边玩水、去接受水。毋过你必须要真正教育嘅即个环境内底，真正互囡仔去了解到我要安怎去面对即寡危险。台湾有好山好水，带你民众好好体验。爱安怎判断，也有评估风险，甲家己本身的能力就真重要。当咱有相关的安全知识，而且准备妥当。伫大自然行踏，都搁较会当体会到咱台湾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成功大学学生家己做的全台湾头一只人工的畅水艇哦，按算8月底要落海去试看卖咯。团队嘛希望讲明年会当去英国参加畅水艇的比赛。在水中会更舒服。拍伫家己做的人力畅水船，脚踏踏板，上伫水内感觉，成大学生去年9月投一绝项计划，要打造国内第一只家己做的人力畅水船。目前已经特别完工，按算8月底落水测试，有机会加做2022年欧洲国家畅水船比赛第1期参赛亚洲队伍。
每天进出这样子的戏馆，然后看到就是戏馆的1楼有摆一艘那个就是66级学长做的一艘快艇，然后我们就会想说，我们大学生今天学了这么多的知识，那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把它实现的话，那这样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学生制作团队伫老师甲业界协助之下，为设计制作、操作唱水船拢家己来。会由驾驶穿唱水衫，靠上锁管啊，甲进入落的方式带动破的片啊，故以线团控制一边的方式来航行。他们将来也会在这里下水，测试他们的性能。那我们这边稍微窄了一点，只有8公尺宽，他们可能转弯会受限，但是长度跟深度都够。我们深度这边水深有3.5公尺。那最主要就是把学生培养成就是现在或者是未来国建国造或者前建国造要的这个人才。学生为课本学着做唱水船的知识，透过实作学习甲业界知识。台湾致力各男各做，赶紧要培养人才，就参加国际竞赛机会，也让世界佫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埔里有一间专门咧种有机玫瑰花的花园，头家用因家己种的玫瑰花做出果子酱。最近去参加国际比赛哦，有6项产品拢得奖哦，嘛互世界有机会食到咱台湾果子酱的好滋味。玫瑰花时常正做是表明情意的花蕊，不过即摆也愈来愈侪人把玫瑰花摕来做料理。伫南投的埔里就有一间有机的玫瑰园。头家翁某2人共心，研发出以玫瑰花做基底、无共口味的果子酱。已经在农业深耕20年，应该要给自己一个肯定啊，所以就送了那个柑橘玫瑰酱去比赛。那虽然它是以柑橘为主体，可是我们还想说让国外的人可以知道说，台湾其实也有很棒的玫瑰花。因为我们明年可能还是会再继续参加，我们希望说能够再得更多的奖项，甚至有更好的表现这样子。原底是予人请做导致的郭文启和钟书讲，2人5万会使经营一间用花蕊做料理的餐厅。以咱的自身种会当食的玫瑰花，要种出会当食的玫瑰花，就袂当除农药，种的方式也要有改变。2人同齐拍拼，这种就是20档。使用玫瑰确实是非常难推，因为我们早期在种的时候，台湾都把玫瑰花当作观赏花在使用，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在推的话，单像我们不用农药跟化学肥料栽种的话，其实被很多人评级。头家用玫瑰花的青芳结合水果做出果子酱，因今年佮参加英国的世界柑仔类果子酱大赛，送出国的6项作品，就摕到1块金牌、1块银牌、4块铜牌的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6街林凤社区哦，当个推动当地特色农产品，山七番南奶子，唔那该做成鸡仔饼哦，佮研发做会当抹面、抹身躯的保养品。你敢捌看过这种水果？这是山刺番奶子，也号做罗里昂果，或者是安娜娜。当日热天6月到8月当日大出，收成了后，果子会当摕来做鸡仔饼，又佮酸又佮甜，是台南6街特有的农产品。林凤社区发展协会，今年也开始研发的我们罗里亮的冰棒。罗里亮它的维他命特别多，还增加一些我们的牛奶在地的牛奶进去，所以我们在夏季的话是行销的很好。那鸡仔饼，林凤社区佮和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罗里昂果的库里姆保养品，目前当咧上验，未来也有机会会当上市。跟中华医师科大产学合作来研发的面霜跟乳液，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在地6甲的特色罗里亮系列。罗里昂果的外表生甲真特别，若是破开来看，其实和石刻相像。一般民众可能拢对这个特别的水果感觉真兴奋，不过对6甲居民来讲，热天时啊食一喙罗里昂果饼是自细汉就有的记忆。社区也希望开发愈侪产品，把这款特别的水果推销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哦，最近有一条用3D 列印印出来造型真水的钢铁桥，伊佮装有智慧的感应器，会当来监测伊的安全性。咱嘛做回来看卖。这座流线型的3D 列印钢铁桥，就伫咧阿姆斯特丹红灯区附近的运河顶。几工前，荷兰的风向马西马组织启用仪式，由机器人剪彩。这个机器人就是这座桥面的幕后功臣之一。
The technology we use for the bridge, for printing the bridge, it's a combination of welding equipment and a robot. But what we actually develop is the software that's driving the whole system, and that's turning it into a 3D printer. So the whole technology, in a way, is completely new. 负责开发这座桥的新创公司讲，因在2015年就开始进行3D 列印的研发，也希望这项新的技术会当予建筑业新的思考加创意。这座现代感正强的钢铁桥，唔但是为红灯区带来新的气象，也是一座智慧桥。Well, there are sensors placed inside, well, underneath the bridge, which will document how many people pass it at any given moment. So that will help us about to think about how people behave in the public space, but also how our bridges and our canals will wear down because of those people. So it gives us a lot of insight. 这座桥的研发业者讲，因甲伦敦皇家学院的研究人员合作，特别伫咧桥顶设置感应器，用来收集交通流量等数据，进一步评估桥外损的情形甲安全性，作为未来伫咧设计桥时阵调整的参考。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希望，这座全世界第一座3D 列印的钢铁桥，会当为市区的观光有加分的效果，为老城市带来新魅力。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南半球每一冬的冬天，拢有上一只的温仔鱼会对非洲上南边的印度洋向北平游。过程中因为天顶有海顶，拢有真侪想要甲伊食掉的敌人，所以温仔鱼就一大群做伙游来对抗敌人。那么做伙来了解。南非东南部的圣约翰港的外海，6、7月正拄好是看海岛的时阵，因规定做伙，有人写一个会跳出海面。其实因是锁定一寡正伫咧潜水的温仔鱼群，一寡生物学家甲爱畅水的人特别来遮看这种特殊的情形，而且上阵一寡温仔鱼群的唔但是海猪，也有鲨鱼。You got the sharks at the bottom, you got the dolphins around the edges. You can see how those dolphins, you see how they're jumping around like it. They're basically stopping the sardines from running away. 每年南半球的冬天。像一个温仔鱼会自非洲的南边沿着东花向北边潜水，有人写一段是长7公里、宽2公里，深到30公尺。这个时阵，大只鱼就会来食。首先，海猪将沙丁鱼自海底赶到海面，结果甲因拍散变一阵较细阵、较好势食。海猪若食饱，就能看到海面上有一阵鸟仔划过来，若看到有鱼，就对天顶冲入去海掠鱼。另外，也当看到鲨鱼划过来，大喙开起了，敢若是希望共款规个望过去。伫咧海内面，正挖的距离翕规个规定的专家讲，会当亲身看到这种情形，实在有够赞。It was great. It was amazing. Best time ever. Dolphins, bonnets, and after the sharks to finish. Cherry on the cake. Incredible. A bit afraid. A lot afraid. Really afraid. 这轮温仔鱼群虽然遭受到海空联合攻击，不过因的数量有够多，会堪要损失。伫明年同这个时阵，为了要拖后代，因也是会继续在壮观的潜水。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